来自高雄市南岛五级的演出。那在为大家做演出以前，接下来我先简短为大家介绍南岛五级哈。南岛五级在民国90年的6月，在高雄市政府的文化局登记立案，已经迈入第15个年头了。15年一路走来，南岛五级什么都没有，到现在却为大家带来精彩好看的年轻人的歌舞表演，甚至奖励国内非常知名的文化艺术团，就代表他们的坚持，代表他们的用心。南岛五级在我身旁这位美女，也就是团长张真丽，关他们的带领之下，不仅在原住民的文化传承工作做得非常落实之外，其实在原创的部分也做得相当好，甚至他照顾这些小朋友也非常用心哦。这是一支非常特别推荐的文化艺术团，目前的成员将近要40位了哦，因为有些小朋友今天也参加学校的一些活动，所以说只有这20位小朋友来参加演出。那这些小朋友都是来自不同的家庭，来自不同的族群，相同的地方，他们几乎都是单亲家庭、寄养家庭、88岁退休在后的小朋友，都是我所谓的私立自主的文化艺术团。今天非常荣幸，第2年了哈，来到我们台南市这个游园家参加我们的联合风云节的这个演出，这个是在广州有位的朋友要跟这里是热情的掌声，给南岛五级为大家带来的就是3排舞动庆丰收，谢谢。哦，棒棒棒。